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1月1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第19节到23节。出埃及记24章第9节到11节。雅各书第4章第4节到第1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以前伫极权统治的时期，拢互人教导讲，若毋是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伫政治上，咱就渐渐失去邦交国，也渐渐互即个国际社会来孤立。细汉时阵也时常看到电视咧转播有迄个中国共产党的空军驶着迄个飞机来投奔，虽然是敌人，但是因为伊叛逃到伫台湾，就真做英雄。毋但安尼，阁受到奖赏，摕着黄金数万两。会当讲是人民致富吼。是敌人也是朋友，完全用当初时政府的标准来认定。有政治操作的价值，就是英雄，马上就变做毋是敌人啦吼，就已经变做朋友啊。伫冷战的时期，其实嘛是安尼。伫政治上是安尼分真清楚，只要是认同共产党的国家也是即个组织，就是甲民主西方的盟国来做敌人。但是后来伫即个柏林围墙倒了后，渐渐兴起一种政治气氛，叫做模糊政策啦吼。这是一种政治模糊的政策，看起来呢，对敌人的相评嘛会当安尼哪像朋友吼，哪像敌人。当然，至到后面来，就变成做敌人甲我分袂清楚。其实目前台湾的政治状态也是安尼。有一寡人就是亲像安尼的气氛，过去几十年对敌的政党，即马却变做亲像安尼手牵手。基督信仰无主张立场模糊啦吼，咱是迄落是非分明的立场态度。照着新约圣经，耶稣对彼得所讲的，耶稣甲伊讲：撒旦退我后面去。伫咱的解说讲，撒旦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拢称作是撒旦。所以非常明白，伫基督信仰内底无迄个肤色的地带，无迄种阁是朋友，阁是敌人的标准态度。耶稣基督对咱的教导，伊讲一个人袂当有两个主，袂当侍奉上帝，佮侍奉马门。如果咱佮倒转来伫上帝颁布的这摩西10诫中间第2诫，圣经安尼甲咱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是天顶、地下、地上、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怨恨我的人，我追究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施恩予因，直到10代。
上帝讲，伊要求人爱专情来服侍伊。意思专情的意思，就是讲爱用全部的性命，吼。伊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讲，即个上帝是绝对无容忍即个甲我共款，吼。的生命，对敌的生命啦，吼。本的翻译就是讲记下的神，这对伫即个独一真神、唯一神论的基督宗教来讲，是非对错，无应该有铺设的地带，也搁较无应该有迄种卡达生存的宗教行为甲崇拜。雅各书第4章第40到第10节安尼讲：恁这个毋信的人啊，兼毋知甲世间做朋友，就是甲上帝做对敌。圣经讲，上帝深深意爱伊藏伫咱内面的神。恁想圣神所写即句话无意思是无？不过上帝赐咱的恩典搁较大，因为安尼圣经有讲，上帝对敌骄傲的人，施恩互谦卑的人，所以恁着顺服上帝，反抗魔鬼，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着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恁。做人啊，着洗恁的手。无定性的人啊，着洁净恁的心，着悲伤、哀痛、低哭，着互恁的快乐变成做悲哀，欢喜变成做忧愁，着伫主的面前谦卑，伊就会甲恁高升。搁较明白来讲，就是心中有偶像的人，就袂有上帝。因为伊袂甲上帝当做这个第一位的，搁来心中骄傲的人，嘛袂将上帝摆伫第一位。只有心内谦卑，专心追求上帝的人，才会尊主做大，才会见主的面，才会领受上帝的救恩，甲上帝做伙坐得。咱俩看见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9节到11节的经文，提到着摩西因这几个人带领着70个长老上山去见上帝时阵的情景。圣经安尼讲：摩西、阿伦、拿答、阿比户以及以色列70个长老，拢去哩山顶。因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伊下骹下亲像铺拿宝石，亲像天遐尼光明透明。上帝无出手伤害以色列的领袖，佮拢看见上帝，因拢看见上帝伫遐也食也啉。上帝应该是基督徒唯一支持、唯一追求的对象，无有其他通好互基督徒选择以及敬拜的对象。咱若准无接受敬拜、服侍上帝，就是离开伊。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所有依互公平、
不时实践公义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啊，你恩待你的子民的时，求你会记哩我；你拯救因的时，求你眷顾我。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阮甲阮的祖先共款有犯罪，阮偏离正路做歹。19节，因伫好烈山做牛仔，拍败所住的上，安尼。因用食草的牛仔做上，退换上帝的荣光。因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伫咸地行奇事，伫红海做通行的事。所以伊讲要甲因消灭，若毋是因所竞选的摩西。伫徛伫伊的面前极力申诉，消除伊的受气，已经甲因消灭了。恳求上帝，互阮学习坚定的相信，无有其他的目标，无有其他的选择，忠心服侍主的教诲，互人得到利益，荣耀主的圣名。搁一摆将余节交托伫伊的手中，主你是阮唯一的倚靠，嘛是伊唯一的倚靠。求主你显明你的怜悯恩典保守，将你的医治赏赐予伊，互伊赶紧恢复健康。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